大家好，我係 Robert。今次我就同婷婷去咗一間新開業嘅養生會所啊，會所名就叫做木島。佢哋新開業，環境裝修都係好靚噶，入到嚟會俾人一種豪華舒適嘅感覺。位置喺皇崗村過嚟都係好方便，而且價格實惠啊，199蚊就可以買到佢哋24小時嘅肉票，亦都有提供各種各樣新鮮嘅水果、現場製作嘅茶水、三文治等等嘅簡餐，各式各樣嘅飲品，連自助餐佢哋都會有提供噶。喺呢度消費任意項目仲免收肉票添，喺口岸過嚟特別近啊，皇崗村站直達好方便。咁近嘅 SPA 館想知喺邊？咁我哋就立即去片啦 ，Let's go！首先就講一下前往路線，我哋可以喺福田口岸乘坐地鐵2個站就可以去到皇崗村站。我哋嚟到皇崗村站就喺 C1 出口出站。我哋上到嚟 C1 出口地面望向左手邊，就會見到木島 SPA 嘅店門口，係好容易揾得到嘅。我哋喺店門口行入去呢，就乘坐電梯上3樓。我哋乘坐電梯上到3樓，一出 lift 就會見到木島 SPA 嘅接待處。接待處裝修豪華同埋好新。有一種現代化同雅致嘅風格，雲石地面、新中式嘅木質元素，入到嚟已經有一種好放鬆嗰種感覺㗎喇。所有項目價格都係清晰透明，24小時嘅淨桑肉票價錢只需要199蚊，而且項目選擇都有好多，例如中泰式按摩299蚊就可以按到90分鐘，另外仲會有中醫推拿啦、美容美膚，仲有頭療同各種大堂項目，而且喺晚上6點仲有免費嘅自助餐提供，如果充值做會員仲更加划算，多充多送。嚟到前台位置，我哋首先就攞翻個手牌先，攞咗手牌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喺更衣室沖涼。更衣室會有男賓區同埋女賓區。入到嚟更衣室呢，環境都係乾淨同整齊，裏邊都設有多個嘅儲物櫃，所有用嘅毛巾都係經過消毒噶，而且用嘅按摩服都係一次性，相當衛生。喺更衣室裏面都設有梳妝台，有風筒同埋各式各樣嘅造型用品啊。沖完涼出嚟，我哋都可以整理一下。咁而家見到呢度就係淋浴間嘅位置，整個環境都係乾淨同埋整潔嘅，基本嘅洗頭水、護髮素、沐浴露都會有噶啦。另外都有提供一次性嘅洗面巾、牙膏、牙刷啊，呢啲都係基本嘢啦。面前呢度呢，就係佢哋水吧嘅區域啊，除咗即沖飲品之外，仲提供各種新鮮嘅水果，雪櫃裏面嘅凍飲都可以無限任飲啊。當然佢哋亦都有提供養生嘅茶水，而且水果嘅品種都有好多選擇，全部水果都好新鮮啊，櫻桃、士多啤梨都好靚。簡餐方面，佢哋會有三文治同埋車仔麵嗰啲都有嘅，肚餓嘅時候都可以隨便享用。沖完涼出嚟，我哋都可以去休息大廳，大廳裏面嘅空間都幾大，裏面都設有好多張休息嘅座椅，每張座椅都配備液晶電視機。另外呢，裏面都設有2部大嘅電視機，坐喺度睇波睇新聞都係好寫意。估唔到行入少少嘅位置有多間嘅卡拉 OK 房喎，見到 K 房空間好大嘅，呢間就係 party 房啊，成班朋友嚟按摩唱 K 都冇問題。見到佢哋嘅歌單呢，新舊老歌都會有噶啦，4萬幾首歌梗有一首啱你唱。喺裏面都設有多間嘅獨立包房，呢間就係佢哋泰式按摩嘅單人房嚟嘅，泰式按摩床嘅尺寸都會比較大，而且房間裝修都好有泰式嘅風情。而家見到呢度就係單人嘅頭療房間，可以喺度做頭療保養頭皮嘅健康。估唔到行入少少仲有一個休息廳啊，人多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坐喺呢一邊休息，休息座椅、電視機全部都有啊。影院足道當然會有獨立嘅包房啦，喺房裏面都設有大嘅電視機，可以邊做按摩邊睇電影。整間 SPA 館呢，空間都係好大嘅。另外佢哋亦都設有餐廳嘅位置，餐廳嘅位置都係好寬敞噶，落地大玻璃採光同空間感都好足夠，裝修靚之餘俾人一種雅致嘅感覺。參觀完之後，婷婷就選擇咗中泰式嘅按摩體驗。一開始師傅就會同我哋做背部嘅放鬆，師傅嘅按摩手法真係好好啊，手法同按壓力度都係好到位嘅，按摩師傅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噶。
跟住就會按壓唔同嘅部位，進行翻一個穴位嘅按壓同埋放鬆。而家冬天天氣開始凍啦，身體嘅肌肉都會比較僵硬，新陳代謝變得緩慢，所以都係好適合做中態式嘅按摩，可以拉伸緩解繃緊嘅肌肉，而且仲可以增加身體嘅血液循環，可以提升身體嘅抵抗能力。全個過程都係非常之舒服噶，舒服到婷婷都瞓着咗啊！最後仲會有泰式大動作嘅按摩，咁樣就更加深層地拉鬆我哋嘅肌肉，仲會結合按壓扭轉嘅動作，咁樣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更加柔軟，整個過程都係非常之享受。做完按摩時間尚早啊，咁我哋就喺大廳休息一陣，喺度點翻一杯即製嘅飲品，食翻啲新鮮嘅水果，一邊睇電視真係好寫意。夜晚6點鐘佢哋仲有免費嘅自助餐供應添啊！見到佢哋菜品嘅選擇都係幾豐富下，會有熱食同埋涼菜嘅選擇。呢個就係蝦仁蒸粉絲啦，仲有蘿蔔燉牛腩。菜式方面有韭黃炒蛋、西蘭花，呢個就係涼拌牛雜啊。仲有呢個手撕雞，味道都好唔錯。主食方面就有炒麵同埋炒飯，所有菜品嘅選擇都係幾豐富下嘅。當然唔少得飲翻碗熱雞湯啦，全部都係自助形式，食幾多攞幾多。今次體驗呢間木島 SPA 真係好唔錯啊！皇崗村店近福田口岸過嚟都好方便，而且全新開業，裝修靚，環境舒適，技師按摩手法好，又有卡拉 OK 娛樂設施，仲有美容頭療多種項目選擇，茶飲水果都係免費供應。6點鐘仲有免費自助餐提供添啊！全部按摩都係免簽小費，價格透明，冇隱藏消費，真係好值得推薦俾大家。好，今次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，請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